大家好，欢迎回来看阿用台语的线顶罗马字课，即马是咱的第8课。伫即节课内底咧，小可无共你看到咱的荧幕遮是 Word 吼，所以咱即马是要看电脑还是手机啊吼，要安怎拍台语，还佫有一寡网络顶悬的词典吼，要安怎使用。所以头一步就是咱爱去 Google 一个台语思维法吼，就安尼 Google 就好。Google 台语思维法你会看到几若款吼，遮有这是 Android 手机仔吼，叫做拍台语吼，即边拍台语。佫有一个苹果的吼，苹果嘛有一个叫做拍台语。苹果佫有另外一款叫做罗汉卡，毋过罗汉卡我还袂用着，因为我无苹果的手机啊，所以我毋知迄敢好用吼。所以迄是Android 甲 iPhone 拍台语思维法吼，都叫做拍台语安尼尔。若是电脑咧，Windows 甲 Mac 吼拢共款，叫做即个新蒙爱啦吼，新蒙爱。Linux 的使用者应该家己有法度去找啦，应该是有一寡台语的思维法，毋过无遐好使用吼，无遐好解说啊，无要紧啊，你家己你咧用 Linux 的人你就知吼。所以若是 Windows 甲 Mac 吼，你都看这新蒙爱台语客语思维法。好，所以按了吼，咱会使切换做咱的台语思维法。我会伫遮吼，台语吼，即个新蒙爱台语思维法，伊遮有一个设定吼，所以我要试遮个设定。设定内底有几若项吼，头前遮有一个爱经你为799是选汉字吼，经汉字个 Shift 799是经罗马字，你来电倒变吼，就是一般799是经罗马字。Shift 是经汉字吼，看你爱对一个，我拢是罗马字放伫头前吼，较简单。过来佫有即个全罗的吼，全罗马字的即个模式吼，罗马字 Only Mode。好，过来伊有即个 Output Style 吼，就是你有爱啥物款的罗马字，有两款吼，大罗佫有白话字。咱即个课程内底吼，是咧学即个白话字吼，一般的人号做白话字，嘛有人直接号做罗马字安尼尔吼。另外一个叫做台罗，无就叫做闽罗，就是中华民国教育部的闽南拼音方案怎样吼，迄个足长的迄个名吼，这因遐因就简称叫做台罗安尼吼，所以咱会使经即个台罗还是白话字，当然咱来经即个白话字。遮佫有即个编辑台语自定词库吼，其实意思就是讲，你若甲试这吼，你会使家己写一寡较接拍着的物件，譬如讲，我若写字吼，我若写汉字，我拢写迄个三点水啊，一个女的迄个字吼。所以我遮若即个思维法无迄字吼，我会使家己安尼加吼，就是写我的字吼，就是字伊佫是第二条，佫经我的汉字。我用一般的中文的思维法，嘛会使拍即个应该是如吼，如伫遮。所以后一摆我若拍一个字吼，我有即字会出现吼。所以这若有家己较介意的汉字，拢会使换吼。即摆我毋免咯，因为我已经抄好啊啦吼。顶悬遮是台语的吼，佫有客语伫遮吼。遮就是咱经字的时阵吼，大细吼，较大字也是较细字吼，家己调整。佫有上下骹即边吼，咱看到有一个要拍 Ruby 的，要拍 Ruby 是啥呢？就是讲。你看遮有一个一吼字，即个一就是汉字，即个字就是罗马字，所以这其实 Ruby 是咱若同时要拍罗马字，嘛要拍汉字吼，两款拢爱拍。这有当时啊介方便，若有人伫咧学吼，伊咧学袂遐熟手啦吼，咱会使拍两款字吼，拢互伊看吼，所以这嘛是介方便的。好咱会设定set 好啊啦，咱会使开始拍字。好，所以我来拍一寡咱顶摆看到的俗语啦吼。我若要拍也袂好，也袂倒吼。我先来拍一个也，安尼拍咱的迄个音节了后，搁爱拍迄个调号吼。调号就是用咱的数字吼，咱的号码。所以这是第7条，就是安尼一条吼，变出第7条。咱遮有看到有两个选择吼，对无？因为遮是两个无共的汉字。毋过咱看到遮个罗马字共款吼，即个汉字嘛是也，即个汉字嘛是也，定定安尼就是足侪汉字会出现，毋过咱的罗马字拢共款，所以若我就管是
直接拍1吼就好啊，毋免看，因为我都知影我会拍即个第7条啊，我拍7就好啊，7啊，搁拍一个1吼，经头一字吼，迄汉字其实无啥要紧吼，啊，过来也袂好，袂嘛是共款第7条啊，你看，搁有足侪袂吼，这拢是袂吼，无共袂，啊，毋过罗马字拢共款，所以我就试1就好啊吼。也袂好，啊，过来鱼好，啊，过来好是第几条？第2条安尼就好，啊，干那一个尔，啊，搁继续也袂倒，吼，也袂好，也袂倒。啊，我若想要拍一寡汉字吼嘛会使，就是爱试 shift， 所以比如讲一横入，一横出吼，之一吼，即啊搁第8条吼啊 shift 吼，安尼就一个汉字。一耳吼，这是拼音哦，拼音吼爱注意哦，拼音咱来拍2个呢吼，所以这是耳啊，这是hin吼hin，像我hin你安尼吼，啊这就是耳吼，所以拼音2个呢耳，啊，搁是第7条一耳哦，若要拍汉字就是爱咱的 shift 吼，一耳入吼入，啊，搁是第8条一耳出，吼安尼，所以拍罗马字、拍汉字拢会用伫。佫有一项咱爱注意哦，咱若要拍迄个 O 加迄个点吼，咱伫新闻爱内底爱拍做安尼吼，拍做安尼，较有迄个 O 甲点，你看吼，所以这是 O 吼，就安尼。啊，我若要拍花金菇来照路，安尼就花吼3个拢共款，所以我拢经头一个就好啊，因为罗马字拢共款，花金菇哦，啊菇足侪款，你有看到无？足侪款菇，啊毋过罗马字拢共款，所以经头一个就好。花金菇来照路，所以这共款是即个字 O 吼 ，O 就是安尼拍，U 安尼吼，啊佫是第7条吼，第7条佫有路。吼，咱点就是伫遐。啊，若是伫拍台语吼，手机也会拍台语。罗汉卡我毋知，但是拍台语，毋管是iPhone 还是 Android 吼，咱若要拍即个 O 加迄个点的时阵吼，咱就爱拍安尼吼，2个吼，2个变做 O 吼。啊，若是伫新闻内底吼，咱来拍一个U 吼，变做 O 安尼。啊，咱若要拍迄个拼音符号。毋管是即个新闻爱，还是手机仔内底拍台语吼，罗汉卡我都毋知，因为我无 iPhone，应该拢共款，都是拍2个呢吼，2个呢，所以我若拍做安尼，就是 P 吼，无拼音吼 ，P 3个 P， 啊，过来加即个呢吼，变做拼吼拼，也是足拼的迄个拼吼，迄是第2条变做安尼。啊，若加2个呢吼，啊，就变做拼音，像安尼吼，一篇文章吼，篇，啊，过来一个细呢有出来，吼，所以即2个以外吼，即个 O 甲即个点吼，啊，搁一个拼音，除了即2个以外，剩诶就是咱诶调号吼，毋管是手机内底拍台语，还是遮电脑内底新闻爱吼，拢共款，就是爱拍数字尔吼，所以。第1条吼，第1条就无调好，所以免拍吼。啊，第2条就拍字吼，才有看到咱的字，啊，才有即个第2条的调好，就安尼。啊，那第3条就是安尼吼，啊，看到第3条的调好，就安尼吼。第5条吼，第7条，第8条吼，第8条爱记哩，咱的韵尾一定爱有即个 B D G H， 啊，你若无迄个韵尾吼，伊就拍袂出来吼，所以像这会使。啊，无就第9条吼，第9条就安尼，吼，所以咱的调号介简单，就是拍数字尔。好，过来咱要来看台语的网络顶悬词典吼，要安怎使用？所以上简单就是去 Google 一个中文吼，找台语安尼吼，啊，你就找着头一个就叫做即个找台语吼，所以咱即摆有看到这嘛是台语的罗马字吼，找台语啊，找台语点入去了后，吼，你会看到即个画面。吼，伫遮小可较复杂啦，但是嘛无遐尔复杂啦。吼，头前吼，遮你爱即个叫做经的方式，吼，经的方式，
啊，你爱共款的，还是你爱相关的？啊，你若足确定要找物件吼，你就会使拣即个共款的吼。啊，你若无啥确定吼，凡说是安尼写哦，凡说毋是哦，我无啥确定。吼，你会使拣即个相关的。啊，若要找英语的吼，为英语找台语吼，一定爱拣即个相关的吼，啊无你就找无。好，所以这共款的也是相关的吼。啊，过来咱遮有即个罗马字台文吼，这是咱的找方式。有罗马字台文吼，啊，有汉字，还是讲汉罗台文，啊，有华文吼，啊，有英文，所以台文两款吼，就是罗马字甲汉字，啊，有中文还是华文，啊，有英文吼，所以遮拢会使找。啊，咱若是要找即个罗马字台文吼，咱个要经爱白话字吼，数字。啊，有教育部罗马拼音数字，啊，有即个白话字，啊，有即个教育部罗马拼音，所以足侪选择啊，这选择什么意思咧？我来用一个数字来记咧吼，我若要拍一个汽车吼，上简单来咧啦，汽车就是汽，啊，这是汽车，所以是第三条，啊，都变做安尼吼，直接拍个数字，所以你若还袂按迄台语的输入法吼。即边吼拍数字较方便小可，汽车个骑车，安尼共款的就好啊吼，因为我知影这汽车一定有啦吼，汽车嘿伫遮，啊你会看到遮有足侪本吼，宝강的书店吼，遮有1932的台式大书店吼，啊有即个1956的，啊有即两本是英语的吼，台英书店。吼，有一个台华山顶吼，啊，有一个2009年的台语白话小书店，吼，即本吼是周如虹的台语白话小书店，其实是纸本的咯。啊，你若看遮找台语内底，啊，你若踮入去遮吼，你会看到伊敢若有即个页数尔吼，所以这是258页吼，所以我若伫纸本内底找即个。258页，我会找到即个汽车的定义吼，所以即本吼网络顶悬咱看袂到伊的定义，啊，毋过即本吼应该是讲我上喜的啦，都是上伊的内容上矫正吼，上好的啦，所以你若有法度吼，你若有兴趣，我建议去买一本吼，啊，用即个找台语找伊的页数伫对，因为无定是第二啊第三音节，所以你若为遮找吼。反正嘛是找无，吼啊！第二好诶，应该就是咱即个台日大书店吼，1932年即本吼，即本嘛足准啦吼，啊，剩诶就看看啦，有当时啊犹阁会使啦，有当时啊感觉小可怪怪啦吼，所以即两本吼，敢若较好小可，就是即个2009年诶台语白话小书店，吼，毋过爱买即个纸本，啊，阁有即个1932年的台日大书店吼，这两本应该是上好的。好，所以拄则有找即个数字吼，这是找数字。啊，咱若经即个白话字吼，咱就爱家己拍迄调号，这变做咱爱安装迄个拍字法吼，较法度安尼拍，所以起啊都变做第三条吼，骑车吼，安尼有即个调号吼，较找着。啊，即马吼共款都是找着，因为我有拍迄个调号。所以这是数字甲即个无数字的白话字的差别。啊，若即个教育部罗马拼音要安怎使用？这其实甲咱的一般的罗马字白话字差无偌济啦吼，就是即个中华民国教育部小可有做改变啦，毋知啥怎因，就是无介意咱一般的罗马字。吼，所以若要找即个汽车吼。汽车若用数字吼，共款就是起啊第三条。啊，毋过咱写罗马字时阵，咱的车就是安尼吼，骑车。啊，因的骑就是安尼写啊，骑车。啊，所以小可也无共个系统啦。我若找这吼，我共款就找有即个汽车吼。啊，遮嘛有看到中华民国教育部罗马拼音吼，汽车差伫遮尔吼，即个市啊，即个市，所以遮咱一般即个罗马字甲因迄个中华民国教育部的罗马拼音，敢有差遐济？其实是无啦吼，我来写迄差别吼。那咱一般罗马字写做支市吼，因就写做支市就安尼。啊，咱一般写做话，啊，因就写做话吼，较像华语的拼音吼。啊，咱若写做即个
乌吼，就是安尼加迄个点吼，对无？啊，因就写做吼，两个就变做乌。啊，若是咱的拼音吼，咱就写做一个细字的一个呢吼，啊，若因就写做呢吼，两个呢啊，就变做拼音。上尾就是咱的第9条吼，写做安尼吼，即个调号。啊，若因的拼音吼，我试遮会设定吼，换做迄个中华民国教育部的拼音吼，或者叫做台罗吼。啊，因的第9条就是即个调号吼，所以调号即个一个调号无共吼，啊，剩的就是安尼尔吼，支持，话拼音吼，搁第9条，所以其实是安尼尔吼，无遐济。好，所以找台语即边吼，有差不多10几本台语的书典吼，啊，甲电子化，安尼真方便来找一寡台语的资料。啊，毋过遮个书典内底汉字吼，照我看吼，无一定遐准啊，因为每一本书典使用的汉字可能小可无共，嘛有可能是较亲像中文的汉字吼，无一定是台文的汉字吼。台文嘛有家己的汉字，啊，若要找台语的汉字，咱爱另外去找一个网站，这叫做台字残吼，台字残，啊，你会找到伫遮吼，台字残。哦，遮真简单，遮咱会使找一寡罗马字，比如讲我爱找吼，是的汉字要安怎写？吼，我先拍一个安尼吼啊，就经一个字词，吼，遮我就有吼就是即字，啊，即个台字残有足矫正的说明讲，即个是安怎爱即字吼。好，即边我会使找一寡罗马字，也是中华的汉字嘛会使吼。所以，譬如讲，我伫即个找台语，我有咧找即个苹果吼，苹果啊，走出来就是即个教育部台语书典吼，因写即两汉字，啊，即两汉字改成是华文吼，对无？所以咱会使找伊的台文的汉字吼，甲即两个字吼，就是苹果嘛。啊，甲 copy 到遮个台字残吼，看觅伊敢无啥物建议吼？伊就即两字吼，苹果。所以若要找汉字吼，我建议用即个台字残吼。啊，若要找一寡台语的语词吼，啊，我建议伫遮用遮个1932年的即个台字大书典，啊，无就是2009年的即个台语白话小书典，啊，我去买蛇本。好，所以咱的第8课就是网络顶悬的台语词典甲拍字法吼，就是到遮。啊，后一节咱要来看一寡台语的腔口差吼，后一节再会。